另外，这方面，赶快嘛是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继续要来关心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下早落南宣布高铁会继续刊登到屏东。另外，针对到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伫新北市造势暗过讲较粗的话，苏贞昌嘛惊体伊讲啊，唔知影国民党是安怎会派伊代表出来选总统。咱做伙来听苏贞昌拄则的访问。屏东人盼望高铁延伸屏东已经非常久了，蔡总统特别关心整个台湾的建设，怎么样让西部高铁、东部快铁，让整个台湾轨道运输升级，整个台湾国力也来升级。今天我们到现场，要跟屏东乡亲报告好消息，也让交通部把规划案让各界知道。我们希望台湾大家一起以台湾为一个竞争单位，和世界比，我们台湾一定会大大发展，占一席之地。之前是讲说这个高铁的这个往南延伸到屏东有很多的方案，现在有怎么样的来做吗？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路线或是经费的问题。等一下我们都会详细报告。好，那针对于这个韩市长在这2天，包括造市场，甚至在昨天这个情谊都还有爆出口，你怎么看呢？我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朋友，他们都很有水准，也很有修养，但不晓得国民党为什么会提名这样一个的人来代表国民党选总统，这我就不了解了。